要同大家介紹嘅單位係位於烏溪沙橫壁2座嘅地下 B 室，佢係一個連花園嘅單位，而單位嘅面積係441尺，花園嘅大細就係440尺，接近1:1嘅比例。我哋一打開大門就會見到單位嘅客飯廳，開放式廚房喺門口嘅左邊，而右手邊就擺放咗雪櫃。開放式廚房嘅工作台呈 L 字形設計，設有電磁爐同埋蒸焗爐，旁邊就擺放咗雪櫃同埋冰格。先同大家參觀一下花園，花園外面係內園嘅位置，所以有一定嘅私隱度。呈長條形，所以空間非常見使。屋苑屬於低密度嘅關係，所以亦都唔係起得好高。而右手邊就擺放咗冷氣機。嚟到走廊嘅位置，先帶大家睇下左手邊嘅浴室，保留咗發展商嘅交樓標準，設有浴室寶同埋浴缸。右手邊係第一間睡房，間隔四正，採用咗落地玻璃嘅設計。最後嚟到盡頭嘅主人房，同樣都係採用咗落地玻璃嘅設計，擺放咗一個衣櫃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歡迎聯絡 Leo，多謝收睇。